睇埋天氣預測，大致多雲，間中有驟雨同狂風雷暴，雨勢有時頗大，氣温介乎27至31度，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。展望之後2-3日仍有幾陣驟雨，短暫時間會有陽光。之後睇下其他城市天氣。至於澳洲網球公開賽，梅利首圈出局。大白帽嘅梅利6-2，用咗2個鐘頭24分鐘，直落3盤晉級，次圈對蒙菲斯。咁我哋一齊最後嚟睇下天氣啦。強烈季候風信號現正生效，預測大致多雲，天氣稍涼，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乾燥，最高氣温大約21度，吹清勁至強風程度嘅東風。展望聽日風勢仍然頗大以及稍涼。今個禮拜後期日間温暖，星期日氣温顯著下降，隨後2-3日天氣轉冷，最低氣温降至12度或以下。跟住我哋睇下世界各大城市嘅天氣概況。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 K 報早晨，我係梁雪麗。今朝早會繼續落雨㗎，大家記得出門帶遮啦。天文台話今日大致多雲，有幾陣驟雨，朝早驟雨較多，同有幾陣雷暴。天氣方面，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，有1-2陣驟雨，日間大致天晴同酷熱，最高氣温大約34度，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，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。未來2-3日短暫時間有陽光，亦都有幾陣驟雨。下個星期初北風增強，天氣稍涼。我哋轉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